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暗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黄平真。来，互恁来要一个美菜哦，这个叫做讲、理、行，讲台语，理解文化，啊，采取行动，啊，这是要创啥？来，看这，恁敢要有？胖华，你敢看有？这个是啥？啊，这个是啥物？哈，我甲你讲，这个就是英文字的 P 啦，这个英文字的 N 啦，安怎讲？叫做北岭啦，来遮。北岭台语人文实验小学今日真正咱这荣幸的，成眼界来到遮，来看这囡仔班安怎在整个浸水式的这个教育内面去理解台语，去讲台语，啊，甲台语讲出生活，讲出伊未来的人生。咱斗阵来去北岭台语人文实验小学。卡头夫爱靠动着你的手地哦，准备三菜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
老师，我甲你请教一下，伊是毋是要打击的时阵爱自我介绍？哎，对，会使。会自我介绍嘛？吼。我过最简单，你去问看嘛，没有，我甲问看嘛，好无？问看嘛好。好，来，喂，来，我们采访一下。你甲我讲，你自我介绍一下，你看镜头一下，你叫什么名？林兴辉，林兴辉哦，吼，啊你几年4年啊， 4年啊，啊你学台语学偌久？不确定。无确定哦，袂记字哦。哦，上紧张吼，拍这个野球你拍偌久？打多久？我唔知。唔知吼，啊好，莫互你紧张者，互你先打击一下，加油哦，吼。走。好走。哈哈哈，out 啊！来，我过来问你一下，请问贵姓大名？你叫什么名？啊？李成佑哦，你几年？4年啊吼！你伫厝诶，敢有讲台语？有吼？有信心无？无信心。拜托者，大家加油一下，林成佑！拜托一下啊！你队友来，林成佑，林成佑，加油！好来，这样，红不让。好，既然隔壁工厂，既然就砸到，拿去隔壁工厂，既然打到，对啊！这会当扣袂？这袂当扣，好球吼！走！哎呦，进来！有机会哦！哎呦，夭寿哦，这厉害！1分了。请问大哥贵姓大名？杨虎准。啊？杨虎准。杨虎准哦。你敢是4年啊？哦，你汉草袂歹呢，有信心无？无信心。你哪能才顾欠着？来，有请。好走。好到。你手会使哦，倒手会使哦。哎呦，你安尼敢阿文奈个？会使吼，大小骨噶，会使吼。你叫啥名？小天行。小天信哦，有信心哦？哦，因这队拢较有信心呢。这 DH 呢，指定打击的，哦，挂手套的呢。老
你更加笑笑的啦，你足疼的呢。现在没有这么了。不要紧啦，看到镜头的较紧张啦吼。哇！哇！哦！哇，这厉害了，啊，你嘛较厉害哦！赞哦！哎，拍灯手骨颠倒用呢，你会晓讲没？你讲一摆。拍灯出骨对对用。水啦！大家口教吼，哦，拍灯手骨颠倒用啦，厉害！来！哦，来，小等，我来访问一下。你请问贵姓大名？桂文酸。桂文酸哦。哦，有信心无？无。自头到尾无信心，你的队友拢讲到呢。哦，加油哦！来，加油！桂文酸，加油！桂文酸。打针头去那里没人。不要球。打针头去那里没人。你家己猜。那里完全没人。哦，你那个知道，你阿公叫伊拍到，叫伊拍到伊。我是打针头去那里，你看他那边空位，这里才有飞刀。哦，啊拍下边哦，才会飞悬哦。继续。哎呦！哎呀，无彩，还没打呢。快好走。无彩，讲得袂歹，但是无彩，你有感觉真无彩哦？有讲到有信心啊无？无啊。DH 指定打击。嘿 ，DH 指定打击啊！好来，小生姓黄，黄是平人。收好，阿拼。是较更小的呀，站太后面了哦，卡胸后面啊。你要往后一点，你要往后一点，球太远了，你要往这边一点。往加跳，加好。然后从哦，你记得呢？可能从这里这样子。哦。从上面比较难打，要打起来就打开。哦，哎，无简单嘞，以后你牵个 K 袂定吼，这无简单嘞。这乐棒就是安尼。水哦！进来啊！哦，感谢！啊！哦，遐命啊闹鬼，结婚，你拍一摆互我看好不？哦。哦，这教练有影厉害呢，叫球心呢。哦，这有影叫球心呢。球都叫夹掉呢吼。哦，加掉啊！教练，我来试看卖，你这个指导一下吼。啊，这是可以理解。啊，若唔对，你才拿夹。好来，这个爱对中啊。对中啊，中啊，哇，较近的，要画一下加油的，嘿啊！啊对，下骹猫去，安尼，啊猫去球心，啊，甲肩胛头平一，啊放在这，安尼哦，会使吗？
标准。爱标准哦。我讲阿玲，恁讲加油阿玲！加油！阿玲！加油！阿玲！加油！当即马惨咯，当即马惨咯，我袂使吼。好来，一、两。队长，这好给你啊！哎，不得分呐！袂当摕崩啊！袂当摕，袂当摕巴达吼。我当然招两类哦。 Yes， 你刚还可以跑2会使啊我会当招两类哦。耶。哦，说。啊，咱有当时爱招一类，有当时招两类。无时间，啊，无时间就招一类。拍无时间走。那个啊，无时间就招一类。有时间。有时间招两类。哎，我问恁吼，你拍这野球有趣味无？有，有哦。啊是每礼拜拢有通拍吗？唔是，唔是哦。啊，恁操一学期通拍偌久？2礼拜拍一摆，还是下课有通来算？会有别的球类，体育课会。啊，还有别的球类哦。啊，还有啥物球类？篮球、篮球、卡球。卡球。啊，乒乓有无？有没有乒乓球没有？匹乒乓有克球。。哦，啊屁股哦，哎，大家安尼真有机啦哈。匹克不是屁股啦，皮克球啦。我听错了没？啊是咯，接屁股。唔是屁股啦，屁股啦，吼。感谢咧。啊你说匹克波还是什么？ ，pickball 呀。哦，是有。为什么那么大力却那么近啊？为什么那么大力那么近？系啊，伊都无讲到迄个球心啦。屁股好说，上个礼拜才吃。哦，伊都无讲到球心啦，吼。要打那个下面，要站近一点，站近哦，一点。教练来跟你教吼。不可以用那个，是不可以用棒子的最前端打，要用那个中间。我甲你问一下吼，迄个拍断手骨的。来，围过来。来，我问你，咱来边仔啊。我来甲恁请教一下，我来甲恁请教一下。你坐落来，我甲你问吼，你上体育课吼，这老师教得有趣味无？有真趣味吼。啊，但是学台语啊，用台语咧上体育课，敢会敢咱解叫，会袂？没，袂哦。我听有，无一定会晓讲，但是听有啦，听有就可以嘛，是毋是？啊，但是慢慢就会使讲。像你伫厝里敢有咧讲台语？无嘛，但是我即摆讲你听有嘛。啊，你厝诶是讲德语？对。啊，甲英语？对。哦，你真牛呢！大家拍无啊？赞呢！四种。4种哦。4种。你是英语、台语，啊，甲德语，啊，搁啥？华语。你华语也会讲啊？哦，啊，你头脑是安尼底什么物件这厉害4种诶？啊，恁就底2种，恁就底2种。有的人有，咱遮有原住民无？3种哦。英文。你是啥？英语啊？哎呦，会一点点。一点点啊。像他台语会一点点。哦，啊，那合唱课，阮小弟要来翕迄个合唱课。合唱课啊，音乐课啊。音乐啊。音乐嘛是用唱台语的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我问你，数学吼用台语学，会听无袂？听有啊。听有哦，哦，恁家拢厉害呢，拢听有哦。我觉得我自己的家人比较特别一些，就是那个我爸爸德国人，我妈妈台湾人，然后我妈妈说她会一点点日文，我爸爸会一点点西班牙文。啊，所以你日语啊甲西班牙拢会使吗？没不确定，一点点。大少句啊。一些。这少し，是不是？会使啦吼，淡薄仔啦吼。哦，真厉害呢！哦，5、6种呢。哦，你这肉体翻译机啦，肉体翻译机你听有无？听有啊。哦，人体翻译机啦，吼。人体翻译机。嘿，真厉害哦！哦，这上体育课袂歹。哦，感谢各位哦，感谢。啊，你厝里是主要是谁甲你讲台语？阿爸，恁阿爸？那个阿母。阿母。啊，阿公阿嬷有伫无？
啊，阿公阿爸伊我无做，无做位，无带做位，哦，无带做位哦。啊，我问你，你像用台语咧教迄个数学的时阵，你听有？会当啊。会当吼。啊，但是咱咧思考的时阵吼，比如讲咱咧思考咯，是用华语较济。譬如讲，我看这个字幕啦，啥，你读的时阵会解叫，啊，佫换字言，还是讲自然就台语就出来。主人吧。自然台语就出来。但是恁一班内面，恁的同窗，恁同班的同窗内面，有人像你台语安尼遮好？无一定哦。有啊。嘛有哦。啊，因是厝里有咧讲台语嘛？应该吧。应该哦。哦，你无一定就对啊。啊，你甲我讲吼，若你考试倒一科吼，你感觉用台语上困难？还是无？拢对你来讲，拢真简单。社会。社会啊？安怎讲？因为有足侪专有的名词。譬如讲啥物？你罗马字看有无？应该吧。应该啊，这边安怎读？唔知。萧寒。萧寒对不对？哦，你会晓啦，你客气啊。啊，这个。大寒。大寒嘛吼，大寒嘛吼。啊，这个。霜降，哦，这寒露。寒露，哦，这种节气嘛吼，这种节气，这就是节气啊，这你明知，爱食圆仔的。冬至。啊，台语咧？爱食冬这圆仔，冬至。冬至哦。对不对？哦，你这一定知啦，要紧张。来。唔是要来考试，咱来研究一下，这大蒜。大蒜，哦，你像这虾啊嘛，你像啊虾啊，更加经济百好。所以学校内面各式各样的字，拢有人是拢写台语嘛。咱来遐坐看，无声嘛吼，工啊，玻璃。希望啊，树讲，塑胶袋啊，落啊，塑胶落啊，啊，这有罗马字敢真困难，对你来讲，有一点点，真正困难哦。但是袂讲安尼解安尼看到会惊，会袂？还泡啦，还好哦。但是恁咧学台语，若是整个学校安尼落来。你会感觉讲爱学物件足济啊，足闲的？袂吼，都就顺序啦。学校讲种物件叫浸水式的，啊，你知影什么叫做浸水式？唔知吼。嘿，浸水式就是讲，我伫学校食饭，我嘛用台语，吼，啊，拍球我嘛用台语。哦，啊，要甲人沟通，要甲老师报告，我嘛用台语。学习都免讲啊，啊，这种浸水式嘛。所以头拄仔毋才问你讲，你厝里甲爸爸妈妈拢讲台语，啊，因有真赞成讲，你学校这间袂歹哦。啊，虽然你是对幼稚园开始读起，啊，你安尼对台语有特别有兴趣。泡啊，吼，泡。但是学校的同学若会晓讲，你有感觉较趣味？你加几种语言呢？如果你若敢会晓讲华语，那华语就华语安尼啊，大家拢共款啊。我头看到讲后迄个讲德语的、讲英语的、讲日语的，啊真济啊。哦，啊所以恁还佫有啥物其他的这个课程，你感觉是较趣味的？开嘴讲台语，是毋是？啊，开嘴讲台语安怎上课？就是讲台语。啊，是有主题，还是讲大家踮遐开讲啊？尔？有啊。有着学校的
历史。有啥物？啊哈，咱家的历史。哦，学校的历史。嗯。你讲看卖者，我偏方一下，咱学校的历史我都唔知呢了。就是咱战争是白国小的分校，拢是白国小的分校。哦，咱本地北岭是白国小的分校。哦，啊，然后咧？然后高雄市合并，吼，咱较叫做北岭国小。哦，高雄市甲咱合并了后，啊，咱叫做北岭国小，国小，是毋是？对啊。啊，你是在合并了，合并进前你就来读啊？唔知。唔知哦，反正应该无吧。但是你来读的时阵就叫北岭嘛。对啊。对毋对？对啊。我听讲迄阵时还佫你有一队迄个野球队。野球？哦，对啊。是毋是？有野球队。啊，后来有幼稚园，就是你嘛。你就对幼稚园开始读嘛。哦，啊，煞来咱学校就开始变做人文实验小学。对啊。是毋是？对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若学校有人要来介绍，恁北岭国小是安怎来？你讲一摆互我听者，你对镜头讲一摆互我听。就头拄安尼讲啊。咱北岭一开始是白国小的分校，有落地国小的北岭分校，佮有后来变成沙比国小的北岭分校。高雄市合并，咱较正式正名。啊，正名。北岭高雄市北岭国小。啊，去年9月，因为这家化的原因，咱转型做全台湾第1间台语社学校。哦，袂歹呢，你讲得袂歹呢，你会讲的啊，嘿，啊，我问你吼，你安尼规礼拜吼，你感觉上趣味的课是啥物？体育课。体育课，体育课，听讲咱这体育课叫做交杯课了。交杯课就是讲每一个人哦，不管你是真够拍，普通会晓，还是讲完全袂晓，但是上无拢认捌讲，这个野球是安尼，我会当甲人交杯的时阵来讲这个运动安怎。啊，你是真够，还是普通够，还是拢袂晓够？都普通够，但是野球安尼你就捌啦。哦，因为一寡。不管是查某囡仔还是查甫的动物，伊无一定会晓拍，是毋是？啊，所以这就叫做交杯课。哦，体育课安那甲交杯课，所以头拄校长甲我讲呢，讲规学校每一个年级拢爱来拍棒球，就这个学期拢爱拍棒球。你就头拍，我头下嘛拍，说一个，遐挥棒落空呢。我有家己的手套。哦，你家己的手套。啊，所以下课时有通佚佗，你有找着野球盘，通来牵，通来牵野球啊来佚佗嘛？我有球，我有手套，只是我亲像无大。哦，你今仔无大了对吧？啊，无彩，无你咱来牵一下对哦。哦，下次我来找你，咱来牵一下野球去。好，感谢你哦，伟霆，来感谢。好，谢谢。阿母，母亲节快乐！头早老师有讲，伊细汉时阵用什么物件去耍迄个金龟甲蛇来，才通甲抓，你会记住？往来陪哦，哇！甲蛇来了，然后咧？用手啊，家己较白的。伊即摆用台语用，因即摆是80%，但是别班不一定是80%，所以咱拢照着老师伊感觉伊台语的能力偌济，伊就讲偌济。哦，所以不只是囡仔伫浸水啦，老师嘛是浸水，做位浸啊，做位来进步。天边上我伫遐大，你是阮的掌上明珠，抱着紧紧看。看你大这，看你受暖，
看你在学行。看你做这，看你想我，看你在学行。看你在走，看你就是上品一大塔。吃鸟啊有心，风吹有霜，才会天顶飞。鱼也有尾，亲像行船，希望着爱找。日头出来，日头落山，日子拢安尼过。火车会开天暗天光，同款的问题。今日最后，轻轻骑着船，开声心肝宝贝行。你是阮的幸福希望，今朝甲你请，望你成功，望你财前，望你赶紧大，望你骨水健康活泼，唔惊受风寒。今日甲你拍风啊！哇，水哦，赞哦！好，啊，你敢有想到迄天你要甲阿母讲啥？母亲节快乐！啊，妈咪哦，你要甲阿母讲啥？唔知影哦。啊，陈武姐，你敢有想要甲阿母讲啥？来，我甲你教，我甲你教。虽然你逐工拢有咧含阿母做伙，对毋对？若母亲节迄天啊，特别迄天啊，哦，毋是干那迄天逐工啊，啊来，安尼叫做揽一个，揽一个，斟一个，芳啊。伊拄则讲着伊的绣啊，有当时啊去夹绣皮，有当时啊去夹纸箱啊，吼。所以我甲你讲哦，我甲你讲，最后咱要下课进前，当你若咧笨蛋的时阵，懒惰的时候，当你若咧笨蛋的时阵，请你去想芳甲狗遐。为什么？芳伊为伊的厝拢是家己用伊的喙烂起出来，狗遐你看到狗遐，逐不时拢咧搬物件无？有无？伊就是足骨力啦，他就是很认真、很努力啦。哦，芳甲狗遐拢是足骨力的汤拖。小朋友，我甲恁请教吼，他拄仔除了学着芳之字，啊，搁啥物汤拖，谁会当举手甲我讲？哦，你小姐，你甲我讲，金龟哦。嘿。啊，金龟，头早老师有讲，伊细汉时阵用啥物物件去耍迄个金龟甲绳来，啊，才通甲掠，你会记住？王来皮，王来皮哦，哇！啊，甲绳来了，啊，然后咧，用手啊，甲伊较白个，较白个，啊，输，安尼就会当出声哦。啊，结果咧，飞呀，飞去啊，死去啊，啊，剩一支线啊，甲啥物物件？一支脚啊，安尼好啊，毋歹，会当掠金龟安尼来佚佗无？袂使吼，咱对汤大爱安怎？爱惜嘛，是不是？爱惜生命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所以老师今仔有甲咱对妈妈怀胎10个月，是不是？对。啊你，所以若是母亲节来的时阵，你要甲妈妈讲啥物话？我爱阿母。我爱阿母吼，啊祝母亲节安怎？祝阿母母亲节安怎？快乐。哦，啊，你搁讲一摆好不？我祝阿母母亲节快乐。哦，赞哦！啊，你咧，你要讲啥物？要甲阿母讲啥物？阿母我爱你。阿母我爱你。哎呦，讲到这安尼，啊你咧，你要讲啥物？你要唱歌、心肝宝贝，互阿母听吼？还是要讲啥物？啊？无哦，你歹势讲哦。阿母我爱你。我爱你哦，吼！啊，你唔着讲，他拄老师有甲你讲怀胎10个月吼，7个月人会安怎老烂。7个月才老烂哦，敢是？几个月老烂1个月。1个月老烂，敢是？
4个月，多济哦，多济是几个月？一个月，多济是1个月哦，唔是啦，多济是1年1岁啦。啊，满月才是满月，是不是？哦，啊满月时啊，多济是要吃什么物件？哎呦，你讲互我听，你讲互我听。哎，啊，你哪会变去倒骹啦？来，你讲互我听。来，你坐来遮，你坐来遮，恁两个，恁拢换过来，恁换过来。你无看这收烂？喂，你闭一下，这是毋是叫收烂？哪里了？哦，你坐我遮，你坐我遮，你坐我遮吼，对不对？啊，9月是啥物？9月搁流烂哦！哦，你哪遮搞流烂？9月是会安怎？9月才放屎，啊你唔落个闭过？9月会安怎？发芽啦！青瓜宝贝晓唱未？袂晓。干嘛呢？咱头练到安尼，哪袂晓？来，你台语上后，你上强，你起一下音者。来，预备，为你送春花天地，上我地呀这啊，你是阮的掌上明珠，多着金金花。看你大济，看你收烂，看你地学行，看你会行，看你出世，上比一大塔。好，我来讲，咱哦，母亲节要来啊，咱先练习一下。啊，对恁阿母，对恁阿母要讲啥物？咱来对这镜头来讲话，讲。阿母，母亲节快乐！咱斗阵讲好不好？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阿母，母亲节快乐！哦，谢谢谢谢。咱头看到吼，这印尼的囡仔班吼，其实吼，拢听有佫会晓讲呢，但是吼，佫较厉害伫遮，嘿嘿。来，你甲我讲，你叫什么名？几年？我叫张夏玲2年。张夏玲2年吼，啊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林派金，甲伊共款。 2年，林派金哈。林派金。林派金哈，我甲我纠正林派金啊。啊，你叫啥名？我叫陈浩全。陈浩全。 5年。 5年吼，听讲你认真第1名哦。对。 啊，你是真准备明明真真，还是讲清清菜菜你就去头前？我有准备。你有准备哦？啊，你拢安怎准备？就是看一寡册。看一寡册，有题目通好看，是毋是？对。啊，你厝里你是大人，爸爸妈妈敢有咧讲台语？有。有咧讲台语吼，所以厝里有讲，学校有讲，进步就较紧，是毋是？是。哦，啊，你对台语有兴趣？有。 哦，啊学用台语学数学，啊上跳课做交陪，啊甚至爱唱歌，敢有兴趣？有真有兴趣吼！我先吼问因2位，人因拢摕册来，我先叫因读一下看。你这本册你家己写的，你读互我听好无？伫遮来，这什么故事？家己写。你家己写的哦，吼吼！你读互我看好无？嘿。 卡皮巴拉出去耍，嘿，狗啊，这是倒位？哦，卡皮巴拉出去耍啊，狗啊，这是倒位？哎，啊这是小琉球。哦，是小琉球哦。哦，你个画甲，哦，真厉害啊！个小琉球哦，啊这呢？卡皮巴拉耍到足忝。卡皮巴拉耍到足忝的吼吼，啊过来咧。回去啊。回去啊，吼吼。 哎呦，啊！你这本叫什么名？水果。水果，哦，这叫做水果，你读给我听。准备，苹果，准备，甜甜，准备2，香蕉有皮，水梨啊，巴豆芽，嘿，
伊去冰箱找食物，哦，去冰箱找食物，嘿，伊两个拢杀，因两个拢杀，因两个拢杀，伊杀苹果甲香蕉，哦，杀苹果甲香蕉，食饱，食饱，拜拜。拜拜，嘿嘿，你袂歹呢。那过去你咧写功课吼，你是1年仔的时阵就开始讲台语，还是这2冬才开始讲台语？这两档，这2冬哦，哦，啊你学2冬就学个遮紧哦，对，啊所以罗马字你也要写，哦，啊你是几岁开始讲台语？你会记起来，还是自细汉就开始讲台语？大概1年左右吧。 1年仔的时阵就开始，啊，所以幼稚园的时阵，你敢有咧讲台语？幼稚园的时阵，幼稚园的时候有没有在讲台语？有咧讲台语无？一点点。一点点啊，吼，啊你咧？大班。哦，你大班的时阵哦，啊，学台语有感觉真困难，何转你感觉？无。你学校的课内面，你上爱什么课程？全部拢爱哦。全部拢爱哦，吼，啊你上爱什么课？体育课。体育课，体育课吼，所以这学期拢是学野球吼，啊野球他都有佚佗，真爱佚佗吼。学校整个拢讲台语，啊以后若去国中咧，像你安尼，甲国中无台语的国中，会感觉真可惜。吼，希望国中的时候有通讲台语的国中吼，哦，啊恁有希望无？恁可能较早啦，2冬，啊搁5冬然后读。还好，哦。因为阮兜拢讲台语。无差啦，吼。上主要是处理爱讲，吼，对不对？吼，多谢恁3位呢，吼，多谢。啊，咱哦，小等要来问校长，看校长吼，做一下校长哦，爱医治这个台语学校有啥物处理的所在，吼。啊，咱斗阵来听校长讲话。啊，咱头早看到这小朋友吼，有里面的派金啦，还是这学龄啦。啊，甲即个河泉哦，其实你看伊敢若对你镜头会小可惊，不过呢，你就知影讲即个有底底。平常时哦，已经进入咧即个台语的即个环境当中，咱应该讲啥物伊拢听有哦。其实吼，即年代我要请到教学现场吼，即3位我先介绍一下，大家袂记介绍，即咱的苏校长啊，苏校长吼，啊，咱的教学主任。啊，咱的这教学现场的第一线的老师吼，詹老师，我要先请教吼校长吼，有一个问题，有人感觉讲，哎哟，啊你专台语的学校，啊就爱学台语，啊学台语的时间就是安尼，啊占去了后，啊是毋是其他的学科的时间会减少，啊变做吼，我学习的能力会降低，啊甲外口的囡仔袂比平，敢会安尼？哦，阿银。你这个问题其实哦，足侪家长会怀疑。即摆就是讲，家长会感觉讲啊来这个放领国小，敢若学台语尔，啊其他的学科甲对人会对，啊刷落来国中是要哪记接？哦，这是家长的疑问。啊，其实就是甲阿银，甲咱的观众朋友来说明一下，就是讲，阮的课程毋是敢若台语尔，台语这是阮沟通的工具的之一。即摆足侪，阮的实验课程、阮实验的课程是外加的，吼。咱所谓讲家庭烦恼的课程，应该就是讲咱教育部部定的课程，就是7大学习领域啦。这7大学习领域，我拢无甲调整。啊，所以遮刷来实验的课程拢是外加的，拢外加的，吼，大概就是安尼。所以袂因为讲，咱的囡仔来学台语，啊，其他主科啦，不管是国语、数学、社会、自然、英语，会来甲放少伊的时间拢无。时间拢无变，这有影，我会当做见证。他一早起来吼，体育课，那么教这体育啊，啊，拍野球啊，而且拍野球吼，还一寡加一寡素养，他说这生命出事迄节课，哦，甲母亲节，哦，啊友好时段，
而且迄汤拖安怎洗，同款啊。但是我问教学现场咯，詹老师，囡仔班吼，有诶，咱老实讲，有诶台语的程度较好，有诶台语的程度较得袂着。啊，咱要安怎如何在这一班内面，啊，互伊安尼集中精神，啊，每一个人拢得会着班安尼。其实这是一开始较辛苦呢，因为一开始咧用台语上课的时阵，一定会足侪囡仔拢听无的嘛。安尼我就一句台语，啊，搁一句国语，安尼做伙讲的时阵，囡仔就慢慢啊学，慢慢啊学，嘿，对。啊，即摆我差不多用80%的台语来上课，囡仔是会使的，对。拢，你是讲平均每一个年级拢安尼吗？我即摆是先讲阮这班。啊，你这班吼。因为其他的班我没去看过，所以我唔知影。我睇看洪老师吼，咧教的时阵，洪老师超90%拢台语哦。啊，迄一年啊呢，我甲真少甲看吼，阮镜头到时阵你看大就知。是都会安怎？每一个人拢听有哦，唔是讲安尼，甲你悠闲安尼无你听哦。我感觉是有效果啊，所以我会当替两位过来回答，就是讲对因学习的这个能力吼，其实是加分，袂讲减少啊。但是这就是麻烦啊，我要问咱教学主任呢，因为吼，他校长讲啊，咱的7大领域拢无改变，啊，佮来加台语，哇，这课就真猛，敢会？袂啦，伊平常时啊，就是上这课程啊，啊，其实是台语是一个沟通的工具尔，就是咱用台语你家教生活用语啊，啊，所以你学的物件，其实伊嘛是来听无，老师嘛是用国语过来增加，所以伊都是伊的课程的过程是拢无变的啊，啊，就是简单的表达的方式用台语安尼讲安尼啊。啊，那譬如讲，咱有一堂课叫做国语课，啊，国语课的教学是用台语咧教国语，还是讲全班规个拢是用国语呢？校长，咱是安怎用？是安尼哈，我要补充一个阿贤老师前头讲的哈，伊即摆用台语用，因即摆是80%，但是别班不一定是80%，所以咱拢照着老师伊感觉伊台语的能力偌济，伊就讲偌济。哦，所以不只是囡仔伫浸水啦，老师嘛去浸水，做伙浸啊，做伙来进步。哦，是安尼。对呢，校长你讲到这吼，因为咱放领，我会记咱这条新闻出来的时阵，阮就兴奋的呢，讲5道不孤啦，讲咱高雄头一个实验的这个台语文的学校，但是这2档哦，第2档嘛吼，今仔是第3档。留别一档，啊，今年正式是第1档。阮是赶紧来的呢，啊，但是这安尼敢会真赶安尼？这听讲这叫人退钱，退足侪钱安尼。我来回答吧。是啊，这个是讲咱要进入事业教育哦，这个定数就爱行。啊，这个定数第一行就是按教育局遮去。啊，当然委员对阮的计划有真侪建议啦。啊，真侪建议咱就爱，伊阮建议的，阮就爱回，甲阮建议就爱回，所以。前后滚啊变，啊，其实对阮来讲嘛是歹处，其实嘛，互阮足侪中心的特别理念，会晓愈来愈清楚，会晓愈来愈清楚。所以有委员甲咱指教，啊，咱就知影讲，这项物件那个修正，这项物件咱叫用肯定，咱就爱安尼大脚步落继续行。对。我要问校长就是讲，真正有的是原住民，有的是。这个外国囡仔海诺讲，啊有诶纯粹的日本人，啊因上课的时阵，因为叫人耽误着，还是讲其实我看其实因互动袂歹呢，啊学习的成果，至少我甲你反映咧记者的时阵，我感觉反应袂歹呢。这个校长你有啥物观察？对着这多元文化的这个观察。其实多元文化这是。现在进行式啦，这毋是讲阮扮演角色才开始。啊，针对这个多元文化甲多元语言，其实校保持的态度就是多语共融啊，多语共融。阮袂强迫囡仔一定爱讲台语，但是阮上大阮主推是家台语。啊，若囡仔你要讲你的母语嘛拢会使，但是你要甲你的同学讲，这母语是啥物意思？我想正大阿健你也有讲过阮有德国囡仔，也有日本囡仔，也有原住民的囡仔。因遮阮拢
按照咱教育部的规定，一礼拜有一节本土语，这个本土语伊通家己选定。啊，咱这德国啦、日本啦，甲大部分的原住民拢选台语。哦，啊，阮为啥要选台语？讲阮就是要来融入这文化、这社会。啊，当然有原住民的家长感觉讲，伊的母语嘛足重要，确实真重要。啊，比如讲伊是赛德克的，伊想要学赛德克的母语 ，OK 啊。阮头嘛是甲母语的老师请来校来甲看教。啊，事实上这嘛是阮推广的之一啦，多元语言。上尾一个问题吼，嘛要请教三位吼，咱三位拢无共款的角色嘛，校长有校长的角色啊，主任有主任的角色啊，第一线老师有第一线老师的角色吼，尤其是到现场吼，咱对台语实验小学，咱有一天，譬如讲10年了后，会变做啥物款？我毋知影三位对着咱北岭国小未来有啥物愿景啊，想啥物想法？校长，未来愿景其实就是阮特定的教育理念啦。哦，阮特定的教育理念，其实这个委员一直甲阮讲，恁一定要发扬来设计一句话，互阮了解。这句话讲的，我就知影讲你课程要发展啥物货啊。哦，啊，阮的课程的 logo 正多啊，阿健你也看到哈，公理型多，因为迄个圆科啊，就是多元的课程，就是咱要栽培咱的囡仔。成为公理行道的世界公民，啊，所以阮用这个理念贯彻阮的课程，啊，就希望囡仔伫未来就是亲像安尼。啊，当然这个课程毋是袂改变一个，这是调整、滚动、修正。就是即摆有啥物时代要发展啥物货，也是政策有来啊，咱要加强啥物货，我按这个课程来调整。嘿，所以这个课程毋是死的，是活的。但是这理念爱教。理念爱教，公理行道，嘿，对，这有道理呢。哦，啊，主任呢？主任，你对北岭国小安尼，你的感情啊，你感觉以后愿景是啥物？那伫咱就纯粹北岭国小来讲啦，吼，我的愿景是讲，咱的囡仔拢入来，拢是伫台语的环境内底啦，啊，直接进，啊，就是讲，伊若是咱父母讲的语言，咱若有法度伫规个学校拢会用执行啊，伫咱社区嘛用，就是出去都拢讲台语安尼。我是感觉这是咱嘛希望台语用推行甲成功的一部分啊。我有观察到，头早迄个壁桌顶头有这个壁报吼，迄壁报写咱画咱学校的地图，咱学校的校区啊两边写林家，叫阮细汉时阵看到这学校的这个语言拢无同款，这个厝边头尾吼林家啊真亲近，啊，互囡仔无同款的语感吼。即我感觉，这是我观察到讲，这新时代的学校啊，佮用台语咧教学，的确确无同款。啊，詹老师你安怎想？我是感觉吼，若是咱今仔日啦，要向咱的迄个拄则校长讲的那个愿景，要向迄个方向去行过。像阮做老师的，我们要先突破自己的心魔。心魔？嘿，对，足大哦，对老师来讲足大的。对，因为像一开始校长讲要做台语实验学校时，虽然我是第一个发赞成的，但是我嘛是上错的迄个，因为我对我家己的台语实在是无啥物把握。嘿啊，我真正啊咧甲家长咧讲话的时阵，我拢想要试看卖用台语来讲，啊，但是迄阿公阿妈拢听袂落，伊拢讲曾老师。我听得懂国语啦，啊，你用国语跟我讲就可以了。对，所以我一开始真错啊，但是，因为既然咱拢决定要安尼做啊，所以我就去学。啊，我嘛是，咧甲迄个台语老师咧讲话的时阵，我会挑工去讲台语。啊，老师若是有发现讲，我倒位需要修改一下，伊就会甲我提醒。嘿，我就安尼慢慢改，才会法度到即马安尼甲你对话。哦。嘿。我了解，讲张老师，你应该是自细汉就开始讲台语呢。哦，无遮个。你这开口已经袂歹安尼。感谢，但是无遮厉害。咱毋是讲在节目当中咧弄影，我调侃讲的哦。有影，我了解讲张老师是自细汉就开始讲台，我是真相信讲台语是会当捡回来。因为其实咱过去在生活当中，这过去30-40当阮这演的60岁以下的囡仔，其实某种程度啊，搁伫台语的这个环境内面，只是迄听觉啊，搁伫的，只是啊困去，啊甲唤醒，啊，互伊讲转来，
我看这是咱这地上重要的人物啊，所以吼，今仔真荣幸的哦，新港界来到这个放野国小吼，放野国小吼，真正用心计较，啊，甲咱吼铺陈一个真好的这个台语环境，啊，看到囡仔吼，会晓讲台语，这个希望，感觉吼，哇，真好。这样，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港界，而且吼，台湾的希望未来在放野国小内面，咱吼感谢各位，感谢老师，感谢好，感谢啊，感谢阿银，谢谢，谢谢。这照给你，哎，不得分呐！